根據環保署2012年嘅資料顯示，香港每日產生9278公噸嘅都市固體廢物，當中約3337公噸係廚餘，其中40%係家居產生出嚟嘅。大部分廚餘會連同其他嘅都市固體廢物一齊被棄置喺堆填區，造成好多環境問題。廚餘含水量好高，分解嘅過程會產生異味，而且需要額外處理污水滲漏同埋溫室氣體排放嘅問題。而堆填方法亦都會大量浪費咗由廚餘產生出嚟嘅有機物質。但係我哋確實需要食飯，少不免會產生廚餘。透過堆肥製作，我哋可以將家居廚餘變成有用嘅堆肥，回饋大自然，養護泥土。以下就係家居堆肥樽製作方法啦。材料包括有果皮、雞蛋殼、樹葉、報紙、茶葉渣、咖啡渣等。用具就有膠樽。首先將膠樽嘅底部剪開，保留最底嘅部分做個蓋，再將膠樽倒轉插入泥土，然後將廚餘放入樽內。最底層可以放入報紙、樹葉或者咖啡渣等乾嘅物料。然之後放入果皮或者菜盒等新鮮、水分含量較高嘅廚餘，之後再加入乾物料，如此類推製作幾層。而最面嗰層需要放入乾嘅物料，好處係因為佢嘅水分含量低，降低滋生昆蟲同埋發出異味嘅機會。最後記住幫堆肥樽冚好個蓋喎，一方面可以防止雨水滲入，第二方面可以避免分解過程產生出嚟嘅異味散發出嚟，同時可以防止昆蟲走入去裡面。堆肥樽裡面嘅廚餘會自然俾微生物分解，大約3個月之後就會腐熟，變成冇氣味、乾身嘅堆肥，就可以直接加入去盆栽裡面用㗎啦。其實堆肥係模仿大自然運作嘅一個過程，所以我哋實踐家居廚餘堆肥製作之餘，亦都需要配合家居種植。等呢啲堆肥可以喺泥土中循環，如果唔係，堆肥就會變成另外一種垃圾㗎啦。每位香港人每日產生大約400克嘅廚餘，所以我哋應該為自己製造出嚟嘅廚餘負上責任。如果你都想為環保出一分力，請立即開始行動，減少製造廚餘啦。